早啲ครับ。咁今次嘅 live 咧就想再補充翻啲資料，就關於虎嘯崑平嘅。應該係最後一次講呢批嘅虎嘯崑平啦。如果唔係，我驚太沉啊，真係講得太多。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有需要俾各位知道呢批虎嘯崑平嘅資料嘅，因為太多人問我啦，即係咧太多人問我 PM 問我關於某一啲特定嘅問題嘅，咁我就今次咧就想喺個 live 度咧就全部解答晒大家嘅問題嘅。其實咧我自己就即係收到各位嘅問題咧，大致上啊都係歸納為幾個問題嘅。咁第一啦，我就想解答翻就係呢批嘅虎嘯崑平佛咧，有邊一個項目係有派古曼粉咧？咁啊好多人問我嘅，有邊個項目有派古曼粉咧？咁我再喺度再講多次啦，凡係有粉質材料嘅崑平咧，全部都有派古曼粉嘅，除咗係金屬嘅材質，因為金屬材質係冇可能加入啲派古曼粉入去噶嘛，咁所以全部嘅粉質材料咧都有加入派古曼粉嘅。但係某一啲特定嘅項目，例如係第十項寫到明話係派古曼粉嘅材料嘅話咧，咁嗰個項目嗰個 items 咧係比較多啲派古曼粉，即係相對個比例會多少少嘅 ，OK， 咁個濃度會再高啲嘅，就係咁解啦。咁啊，全部粉質嘅崑平咧都有加入派古曼粉嘅，但係佢有啲可能係唔均勻嘅，即係可能有啲就加咗多啲，咁有啲加咗少啲咁樣。好似我自己上次就 share 緊我自己帶緊嗰磚牌咧，咁啊呢磚啊，咁啊呢磚牌咧後面咧係零舍有好大嚿嘅派古曼粉嗰度，因為佢撈得唔勻啊，咁我特別就抽咗呢一磚咁樣，咁所以望起上嚟就大粒啲。咁啊有啲咧就係一個粉末咁樣嘅粉質嘅，咁就嗱，但係咧大家都可能知道啦，而家虎嘯崑平某一個特定項目咧係個價錢升得好高嘅，因為好難揾嘅。我舉一個例子係第十項係指明係加入咗派古曼粉，所以係好多人都想要另外咧就係好多人問我啦，點解有啲牌佢個價錢特別高，有啲牌個價錢特別平？咁咧大致上分開兩個原因、兩個因素。第一就係佢個製作數量少，如果佢製作數量少嘅話咧，價錢就一定高㗎啦。好似睇下先，我舉個例子，可能係第9項或者第10項咁樣。第9項就係用咗師傅嘅粉質去做嘅崑平，咁就加咗2粒嘅真鑽石落去嘅，咁就只係做咗99磚，咁所以呢個項目啊個價錢就比較高啲嘅。咁第10項其實都價錢好高嘅，因為好多人都係想揾師傅嘅派古曼粉加咗落去嘅。咁另外一個主要嘅因素啊，大家要留心聽啦。主要嘅因素點解價格係影響呢？就係佢嘅號碼，同一磚牌，如果佢個號碼係唔一樣嘅話呢，咁個價錢都會影響得好誇張嘅。我舉個例子，可能香港或者喺亞洲地區呢，或者係中國嘅地區啦，佢哋就比較中意8字呢個數字嘅。咁但係泰國嗰邊都係嘅。如果有8號啊、18號啊、28號啊、38號啊呢啲呢，咁大家都諗到啦嘅數字呢個係會影響個價格嘅，都會令到個價錢好貴嘅。咁但係泰國人呢，就有啲特定嘅號碼呢，就影響得價錢好犀利嘅。例如係1號其實好多人都揾緊嘅1號無論係我諗全世界都中意1號噶啦，因為我就係第一啊嘛，第一就係最勁最 top 嗰個啊嘛，1號好多人揾嘅。另外就係9號嚟講呢，如果喺泰國嘅佛牌市場呢，係佛牌價錢去令到佢即係價格提高嘅數字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個數字。咁另外就係5字啦，如果泰國嘅市場呢，5字呢就係代表哈即係笑咁嘅意思。咁有啲數字可能係哈即係55哈哈咁，即係笑住啊咁樣嘅意思。所以呢啲嘅佛牌價錢亦都係好貴嘅。咁啊另外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有一組嘅數字呢都係影響呢批佛牌嘅價格。各位知唔知道師傅係幾多號生日啊？我淨係唔需要月份啦，我淨係要嗰個日子啊，幾多號生日啊？知唔知？14號 OK 係啦。如果呢批嘅佛牌或者係其他嘅師傅自身牌有14號嘅話呢，亦都係令到個佛牌價錢提高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儲呢批佛牌呢，大家要留意嗰個數字啊。另外呢，就好多人問我就係邊一個版本係最罕有嘅？大家知唔知道呢批佛牌嘅邊一個版本係最罕有啊？
應該咁講啦，我可以拆開嚟講嘅。咁就大家預訂嘅呢，就係當初大家俾我預訂呢，就係有第一項啦，至到第22項嘅。咁就22項係一個套裝嚟㗎。咁啊，另外呢，就有一個版本呢，就係23項嘅。23項呢，就係喺3月29號上個月出廟嗰陣時去加持嘅。咁就呢一批呢，就係叫做浸咗經水版嘅版本嘅，就係23項。OK， 咁又唔係話咩隱藏版本嘅，但係呢一個經水嘅版本呢，就一定要去廟度供請，就冇得預訂嘅。OK。咁啊，另外咧就比較難揾啲個版本咧，即係我講緊最難揾啦，就係純金版啦，純金版都好難揾啦，咁就淨係做咗19尊啫，19尊啫。另外大家未必知道呢個真係隱藏嘅版本啦，隱藏嘅版本係第6項，嗱，俾大家睇下呢張紙，呢度寫住第6項嘅呢度，咁佢寫咩呢？就係佢包咗1粒嘅符珠，一尊細母嘅粉質嘅坤瓶，一尊大母粉質嘅坤瓶，就加咗9支金符管。呢個套裝呢，只係做咗9尊啫。OK， 做咗9批 ，sorry 9批。咁呢一批冇得預訂嘅，出面啲人咧都買唔到嘅，因為呢一批嘅牌呢，淨係俾負責參與呢一批虎嘯坤瓶嘅工作人員去供請嘅啫，而呢一批嘅坤瓶呢，係用咗好多屈勒夏拉同埋龍布麥夏士納所混合嘅最高質嘅材料加入咗落去嘅，所以我哋呢啲凡人呢，就好難去供請。咁當然啦，大家有錢真係供請到啦，即係錢嘅問題啫，係咪先？有錢就得㗎啦，咁你可以向啲工作人員去查詢下，可唔可以去供請到？但係呢一批牌呢，就冇對外去供請嘅。OK， 咁呢9尊嘅大母呢，係師傅親自點上佢嘅粉薄嘅，咁呢個粉薄呢，就係橙色嘅。OK， 橙色嘅。咁所以咁多個版本之中，你話最難揾呢，其實就係工作人員嘅版本啦。咁樣同埋純金啦，純金版都係好難揾到㗎啦。另外就係符珠啦，符珠就好難揾㗎啦而家，因為唔知點解啲人係收埋晒。咁大家如果有符珠嘅，咁好好咁珍惜啦。咁咧呢批牌咧，其實點解咁受歡迎咧？咁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咧就係呢批牌咧，即係泰國人角度啦，去供請呢批牌咧，就間接係幫咗師傅間廟去起路嘅，因為咧呢批牌嘅收益講明㗎啦，就係捐獻俾佢嘅團隊去製作佢嗰個去整路啊。咁因為入去嗰間廟嗰條路咧，而家仲係甩甩咳咳咧，咁所以咧而家就負責要起路，咁所以就將呢啲經費咧就愛嚟起路。咁所以泰國人就覺得，咦，我既然又可以請呢批佛牌喎，又可以幫手做功德喎，咁所以咧就願意去供請呢一批佛牌咁樣嘅意思嘅。咁另外咧就係大家未必知道，其實呢批牌咧係師傅升咗職冇耐就去加持嘅一批佛牌，所以比較有紀念價值嘅，而亦都係師傅主持嘅屈筍特別跌呢一家廟嘅第一批，唔係第一期，唔係第一批，第一期嘅坤瓶佛，所以亦都係有相當嘅紀念價值嘅。另外啦，頭先我講漏咗啲資料啊，咁即係點解價錢有啲牌嘅價錢咧係會越貴嘅咧？除咗嗰個數字影響之餘啦，另外就係個數量影響之餘啦。另外咧就係大家有個 mindset， 大家一定要記得呢一批牌，大家要好好記住我所講嘅，就係越靚嘅款式咧就越貴嘅。大家明唔明白我意思啊？越靚嘅款式就係越貴嘅。大家見到我喺個 Facebook 度 post 出嚟咧，即係有啲係虎紋啊，成隻老虎啊，或者係總之好靚嘅，有啲係又黑豹唔係黑白虎嘅造型啦，有啲就好似對眼望住你咧，嗰啲款咧基本上係好貴嘅。OK， 咁點解咁貴咧？咁因為數量少，大家即係呢批牌咧，大家見到嗰啲款式，哇，好靚啊，好 sharp 啊，大家都想要係咪？但係大家唔好唔記得喎。泰國人嗰邊都想要喎，唔係華人嘅市場都想要喎，泰國人嗰邊個市場都想要，所以基本上係好多人爭嘅呢啲款式。咁所以大家要有個概念，就係越靚嘅造型咧就係越貴嘅，越難揾嘅。咁我好多時咧就收到各位即係去 PM 俾我，就 send 咗幅相過嚟，即係 send 咗老虎個圖咁樣，就話喂，我要呢一尊啊咁樣。我話其實我就唔會答佢嘅，因為基本上係買唔到啊呢啲嘢
啲人呢係大家都知道，初初去預訂嗰時係盲盒嚟，咁盲盒抽到嗰隻款式喎，會正喎啲人，咁有啲咧就唔肯放出嚟嘅，有啲人想儲一排先，咁咧因為咧佢哋嗰邊咧有啲 group 咧係想 share 下大家，大家抽到邊一個款式啊，咁有啲人就唔 share 嘅，咁可能就即係比較低調少少啦，咁呢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大家要有個概念，就係呢批牌，即係有啲即係泰國嗰邊嘅人，咁有啲即係純粹話 show 出嚟啊咁樣，咁但係你出得起錢嘅，咁佢又覺得呢個價錢接受嘅，咪賣俾你咯，睇你出幾多錢噶嘛，呢個世界有錢就解決到所有問題噶啦，係咪？大部分嘅問題啦，唔係所有問題啦。OK，係啊，我講漏咗頭先，各位同學訂嘅項目咧，咪講到明話有啲係排骨曼粉啊，有啲係灣派冧啊，有啲就係戰大文利嘅材質嘅。咁咧第14、15大家要記得啦。如果請咗之後咧，咁咧佢會跟張紙俾各位嘅，因為咧嗱呢個咧就係第21項嚟嘅呢一個昆平。咁咧佢每一磚咧都有跟一張紙嘅，大家要記得。嗱我開俾大家睇下先。嗱呢張紙好緊要㗎嚇，因為咧佢寫住呢一磚牌啊，佢用啲咩材質嘅。如果你唔見咗呢張紙咧，或者你去其他即係各位當然啦，即係唔一定同我去請嘅，你可以去其他佛牌鋪度請嘅，但係一定要跟住呢張紙。如果你冇呢張紙，你唔知道你嗰磚牌係用啲咩材質嘅，大家要緊記呢一樣嘢啊！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即係咧我有同大家分享過，就係咧呢批牌會唔會升價呢？我有同大家講過，好大機會會再升價嘅。點解？其實好簡單啫，就係咁良好個背景，咁即係佢用嘅材料，其實喺近年啊，大家可以諗翻近年呢。近年係好少用咁好嘅背景，即係好少用咁靚嘅材料嘅。屈勒夏拉主持去贈送俾即係龍布士拉嘅團隊去製作呢批嘅佛牌喎，大佬係主持贈送啲材料俾佢哋去做喎，即係你諗下幾大個面子啊！龍布麥夏士拉，而即係我相信唔係個人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仲要係阿贊潘威。我講漏咗阿贊潘威就係龍布店嘅近親弟子，而佢亦都係自願去捐贈自己搜集，即係咁多年搜集嘅材料去製造呢一批嘅虎嘯昆平佛，係相當之罕有嘅呢一件事。即係淨係呢兩樣嘢啊！即係你試下諗下，你調翻轉去諗啊！你試下去求主持攞啲材料去做佛牌啊！睇下佢俾唔俾你？你去求佢都唔會俾你啦。點解佢哋會肯俾啊？因為佢哋相信龍布麥夏士拉，佢係真係為佛教貢獻嘅一個國寶級嘅師傅嚟嘅，所以佢係深信龍布麥夏士拉可以弘揚龍布店嘅佛法出去，所以佢就願意去贈送呢批材料俾龍布士拉去做呢批嘅虎嘯昆平佛嘅。咁啊，我淨係講咁多啫。